但最近看他牙龈松了，我是真不行，亲爱的，一下头，我天呐，梦碎掉了，直接碎了。逃避分開的孤獨，情願一起不舒服。其實你那佔有欲咬細我血肉，怕我也有份教育，未能做空虛的枯木，滯留在擠擁的監獄。明白你有控制欲，我為了大局，上了癮也不戒毒。沒有獻出我的臉怎拍響，沒有兩巴掌怎制止痕癢。糊塗地軟弱當善良，誰就這樣變善良？你更放肆得漂亮。也許當我感到窒息想逃亡，卻未戒掉浴血的慾望，也早已戀上共幫皮膚開始學。原諒你越愛越惡，滿足我預計的失望，是盲目地偉大成狂，還是手開手用犯賤犯到被虐成狂？能為你忍受，然後當享受，那又何妨？為逃避輕生得孤獨，便寧願緊張得舒服，無謂設計了佈局，這樣快結局，愛與痛也不到肉，像戰爭片最好有死有傷，未嚇到尖叫哭也不流暢，完全為配合我軟弱，才令你樂意示弱，錯愕也要好對象，也許早已不覺窒息想投降，欠盡你贈我的一額汗，也許早已適應就似跟綁匪同床，誰料你誰料我能合作到愛死對方，應該也不止一次幻想怎麼逃亡，卻未戒掉妥協的慾望，也許早已戀上共綁匪苦開始學，情慾要被你勒索，也許有助刺激心臟，是盲目地偉大成狂，還是手開手用犯賤犯到被虐成狂？能為你忍受，然後當享受，那又何妨？會有我給你操縱的快感，聞你的興奮知覺怎膨脹，完全為配合我軟弱，才令你樂意示弱，錯愕也要好對象。忍投降，獻盡你贈我的一額汗，也早已適應就似跟綁匪同床，誰料你誰料我能合作到愛死對方，應該也不止一次幻想怎麼逃亡，若未戒掉妥協的慾望，也早已戀上共綁匪苦開始學，情慾要被你勒索，也許有助刺激心臟，但無論是偉大成狂，還是手開手用犯賤犯都被虐成狂，看着是誰令幸福給連續，別喊冤別叫不結束，負在這種慘案，全為我忍受，才令你享受。我是同謀，絕對是同謀。黄宗泽21到42岁的变化。踏步路使一切細看，耀眼燈光即畫路放，望着每個雞你的人，像個有個方向不忘，自問無有的是愛過，運氣不多心內彷徨，現實世界充滿瘋狂，
但我信我總有光芒。時間似光輝總會發放，是否星星始終會被遺忘？受過千般苦，受過千般風霜寂寞，心裏邊總有個聲音震盪，唱一個青春情歌。啊嚕啊嘿呀嘿呀嚕啊嘿呀嘿呀嚕啊嘿呀嘿，啊嚕啊嘿呀嘿呀嚕啊嘿呀嘿呀嚕啊嘿呀嘿。幾多風暴都一笑帶過，就算辛苦，心中也是快樂。幾多傷口都不會蓋過，心裏邊總有個聲音震盪，唱一個新的讚歌。啊嚕啊嘿呀嘿呀嚕啊嘿呀嘿呀嚕啊嘿呀嘿，啊嚕啊嘿呀嘿呀嚕啊嘿呀嘿呀嚕啊嘿呀嘿。即係從來冇呢個慾望先啦，咩組織家庭啊、生小朋友，從來冇呢個慾望先啦。係。咁係咯，就係識都咪識咯，即係我都好隨緣。但係你都會追女仔噶嘛，係咪？又冇話花噶嘛。追女仔又更加難啦，冇機會，唔係時間。你就要好認識下佢先，認識下佢。你知唔係後生噶嘛？而家你點都要理解下咩人先啦。所以張智霖講得好啊，係呢個係一個輪迴嚟嘅。啊！即係佢以前就咩，而家就靚靚就咩咁樣嗰啲啊？唔係啊，個輪迴係即係你每一次都係咁樣開始，經過晒嗰啲過程，完咗之後又係要咁樣開始做，係一個輪迴啊。係啊，所以而家唔強求，識到認識下先咯，係咪啊？幾廿歲唔識個女仔唔係好過分啫，係嘛？係啊，唔過分，唔識先過分係咯，唔識咪仲擔心。你要唔要我介紹啊？有冇正嘢？OK，咁就睇下你嘅正嘢係咩意思啊？唔係，真係要識咯，即係。咁你係要靚啊，要即係呢個條件。唔係，首先你順眼先啦，即係首先，因為我啲 friend 都話啲怪 taste 嚟嘅，係即係好傳統靚女樣，我覺得咁樣咯。你見得太多啦。唔係即係成個電視台都係靚女，每人嘅審美唔一樣嘅，即係譬如你好有型嗰啲，我覺得哇正嘅，好吸引啊！即係可能佢短頭髮都未定嘅，哇好有型啊，因為零舍吸引啲我咧，即係要有型。係咯，同埋黐身我又唔得。係啊，你要自由㗎。係啊，跟住我有強迫症喎，嗰啲屋企又要擺，又要好整齊喎。你一擺亂我啲嘢，我又發脾氣喎。我真係會發脾氣，嗰啲發脾氣喎。係會猛喎，鬧我，真係搞住擺好啲啦，就周圍劈啲嘢，即係我會咁樣啊嘛。係，所以好難頂啊。大家靚女，如果你想做中集女朋友，自己檢討下點解你做唔到啦。好難頂，但唔需要識煮飯，我煮。千祈唔好去煮。識唔識賺錢冇所謂，你使我啲錢。OK。太好啦，係咪先？就係即係咯，太多呢啲小環節嗰啲要求，我太過麻煩。兩個人相處係喺啲細節嗰度相處嘅。OK， 唔緊要，慢慢嚟。要嚟嘅始終係會嚟㗎啦。始終嚟嘅。即係人緣真係太好啊！我最記得有一次你媽咪生日咧，我同你一齊坐咧，有個小妹妹咁丁個咧，一路串咁樣望咗你，記唔記得啊？我真係唔記得咗你個鄰居嚟嘅，個鄰居個囡女啊，一路一望到，我真係好中意你啊 Bosco 哥哥，你唔記得咗？真係唔記得咗。嗰次咁丁個妹妹，咁你就喺度，得啦，即係你好似慣咗啊！你咪成日都好多。唔係，我係怕小朋友啊。係咩？唔係，即係我唔係怕，我唔識點樣同佢相處玩啊。係啊，即係我又驚整喊佢。係咪先？咁啊飲多兩杯，我驚我整蠱佢，咁啊死啦！你又真係好中意整蠱人，係咪先？咁啊佢喊咁有陰影咁啊，好似唔係咁好咁咯。係咯。咁但係平時都應該有好多女仔嚇圍住你咁身邊咁轉㗎。我而家真係冇啊！唔係啩？以前即係當然啦，以前最放蕩不羈嘅時候，梗係有啦，係咪？出去玩啊，出去總會有經過嘅。廿零歲，人不風流往。係廿零歲，你梗係有出去蒲過啊，出去中意飲酒啊諸如此類。咁而家係唔會。而家即係啲女仔冇機會添啊，係冇機會，來去都係我嗰班朋友，我得兩班朋友嘅啫，即係平日就係成日見啦，嗰班朋友啦，同埋我讀書長大嗰班兄弟，我尋日先一齊喺屋企食飯，咁啊來去都係呢班人，
有長情喎。係啊，咁佢入唔到嚟嘅，你入嚟你都要經過佢哋。當年點解會拍飛虎咧？就係一個多謝樂小姐啦，佢簽我條線，你想拍咩啊？我哋就開咩試下咁樣喎。好啊！試下即係睇下佢 brainstorm 下得唔得？人都知樂小姐好錫你。係，咁我同佢講話，我好想演飛虎隊，因為我細個睇飛虎隊嗰啲電影咧，好有型。我話有冇機會可以飛虎隊？得 ，OK。咁真係搞咗飛虎系列出嚟喎！哇！咁我哋咁啊拍完，跟住好啦，跟住大哥好辛苦啊，好辛苦，要練，好辛苦，咁拍到腳都跛埋。你自己攞嚟嘅，關人咩事？咁啊係，我自己提議嘅。咁咧，跟住就拍譬如新聞女王呢啲，我而家我又覺得好好玩啦。係。咁但係當然你唔可以每一部之後都再做翻個賤人嘅喎。係啊。係咪？你又要揾啲唔同嘅嘢去試下咯。阿 Bosco 真係一個好正嘅老闆啊！我唔好咁講，因為你個豪巴開嘅時候，我有去啦嚇，即係開幕嘅時候，咁就之後就有好多事發生啦嚇，即係成個社會好多事發生啦，跟住又疫情啦，咁但係你都繼續喎，又冇炒人，你仲要去頂喎。係啊，因為好多員工又跟咗好耐啦，咁佢哋又好好啦，咁個社會環境，咁你執係好簡單嘅。即係執一間鋪頭好簡單嘅，錢買唔咗，賠翻訂啊，賠翻人工啊，咁啊就拍屁股就走啦。但係咁佢哋點咧？咁我成日覺得佢哋點咧？佢哋有幾多個啊？你個團隊係幾多人？長工都10幾個㗎。咁你咁佢去係咪揾你有感情㗎嘛？係咪啊？有感情㗎嘛？你揾到工先出去係咪啊？咁你起碼我呢度我又唔係話蝕到我入骨髓咁樣，咁我蝕啲咪蝕啲咯。你唔赤㗎？赤梗赤噶，但係我覺得有啲嘢係錢買唔到嘅。係，即係譬如嗰陣時疫情咁樣，咁都係我一個人頂嘅啫，係咪？我一個老闆啫嘛，一個都。咁跟住佢哋都會調轉頭㗎，喂，老闆你頂得咁金，我都頂啲啦。咩放無薪假定唔知乜啦，我都頂翻先。我覺得呢啲係用錢買唔到嘅。係咪啊？佢幫你諗翻轉頭。係啊，佢有陣時會幫我諗翻轉頭。咁有陣時話，我哋不如出啲pack food 啊，預製嗰啲 pack food 啊，我哋攞嚟試下賣唔賣到錢啊，諸如此類。呢啲係感情嚟嘅。係。感情就冇價㗎啦。咁咪同埋你咁中意做生意啦，除咗餐廳之外，你仲有啲咩投資咧？電影咯。但係當然我喺馬拉啦，喺馬拉投資咗2部電影。哇！係啊，一部拍咗咁樣，一部已經上咗啦。咁而家準備去泰國啊，其他地方上映。係點樣啊？票房點啊 ？OK 咯，正常，即係嗰個係試咯。咁啊，大家又係幾份人一齊去投。咁我冇演嘅，我冇演嘅，即係拍一啲真係馬拉嘅電影嚟嘅。哦，即係好地道嘅。係啦，馬拉人本土人做演嘅戲嚟嘅。咁因為佢哋就係啱啱上一部就係講電競嘅，因為啱啱佢哋就係馬拉嗰隊電競隊攞獎㗎嘛。哦 ，OK。係啦，咁今次就講今次另外一部咯，今次就係同韓國有合作添。係啦。哇！咁因為好多人咧就話，如果你想韓國人咧，就叫佢投資拍電影啦。咁我咪開餐廳，開餐廳，兩樣都係開餐廳做傳媒。係係。咁你就餐廳嗰度。咁我冇叫人，我自己啫都係。投資咗幾多位數字咧？咁7位咯，一定有咯，必須噶啦。兩鋪都係啊。係，即係咁你幾份人夾嘅？幾人夾嘅？咁你自己嗰份係7位嘛？係啦，咁total 成個咁一定係8位數字啦。係而家咁都算平啦，拍一套電影你都知幾貴㗎。好貴㗎，但係好在馬拉就平啲。咁我都嘗試，因為我都有個願望嘅，就係因為係呢個娛樂圈，喺個電影圈、電視圈養大我㗎嘛。我都想學定，若然有幸第有陣時俾個機會我去回饋翻呢個圈，咁。即係好似阿古老闆咁樣啦，即係出少少綿力。你唔好話我冇古老闆咁叻，但係你話如果第陣時有機會，我能夠喺為呢個圈去出啲力，咁我都好開心。新浪娛樂的朋友們，大家好，我是黃宗澤。第一，我好像沒有演過法醫這個題材的戲，而且他最大一個挑戰是一個人要演一個雙胞胎，而且是同時出現的。因為之前我演過，但是沒有同時出現的，有一點難度了。我覺得比較虐的可能是陸北生那邊，因為他遇到的事情太不可思議了。
又被人抓起来，被人关起来那么久，然后回去见到自己的当初那个女朋友，然后女朋友又为他牺牲了很多很多事。其实我觉得陆北辰是比较悲剧人物一点的，但是在同时演这两个人的时候，其实说实话挺累的。因为要不停地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，后面有很多同场的戏就跳来跳去，又要真的把两种完全不同感觉的人演出来是很难的。但是我看到导演啊，或者是现场有一些工作人员，你看到，哎，这个肯定是陆北辰，哎，这个是陆北辰，我也觉得挺有满足感。哇，好难啊！因为其实最难的是背那些台词，可能我广东话的那些法医的用语跟普通话的有点不一样的，这个功课做的要挺努力的，因为那些用语是你有刻意去真的背下来，不然的话有一些是真的不理解。也有一点吧，确实现在自己拍刑侦片啊，或者是关于查案的东西的戏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个思维去思考的。比如说我查案的时候，我要顺着什么程序去走啊？因为我们也会请教一些老师，真的法医的老师，跟问他从头到尾应该是怎么那个程序流程是怎么走的。所以有时候在现场我们都很坚持，不行，这个我们不能碰，这个我们要出来就要脱了，这个我们不能带进去，你们不能走进来，就是很多这种坚持也会在现场出现。没有吗？我觉得还好呀。就可能跟你的气质不太符合。是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。再配，没事，配音可以再配。因为他是刚刚毕业出来嘛，其实还是在那个学习的阶段，后面他是有长大的，他是有成长的，后面是我手里的工作都会交给他，我觉得他是可以去 handle 了，可以，所以他是有一个大家给他一点时间的成长的过程。我觉得也是一个循环吧，可以说是。以前可能港剧会很受欢迎，现在可能是因为香港的市场没有那么大，可能他们投放下去的东西没那么多。但是我觉得这一行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循环，就是可能10年之后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就会创作一些新的潮流出来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我也不敢说，真没有，因为我最近没有在看电视，真没有。我觉得拍戏不是为了那个拿奖，我觉得拍戏就是拍一部好戏，演好一个角色给观众看，观众看得过瘾，看得开心就好。这个真的不是我们去商量不商量的问题，就真的是大家的档期啊，或者是那个戏啊，或者是能不能凑在一起。我觉得我也挺希望的，看机会吧。太矫情，爽朗一点，独立一点。我喜欢比较爽朗一点的，太矫情我不行。我觉得恋爱吧。不会，不可以。其实我没有什么特意去安排自己的说结婚不结婚啊，什么到多大就要结婚，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，就随缘吧。我觉得那个时机到了，你躲也躲不过。现在我觉得95%吧，就其实平时走路啊，一般的跑步啊，那个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可能有一些动作，比如说急停，他会有一点点不舒服。始终你要给他让他
多休息一下，就是你再养一下。所以之后拍大戏应该会更注意一些。嗯，对对对，现在可能有一些阴影。首先我要看剧本，起码我喜欢，就是我看到哇，这个剧本可以，而且那个角色如果他是我真的没演过了，我会更喜欢一点。首先我要自己看一下那个里面的剧情啊、故事啊，我也没有兴趣。之前他们也问过我，要不要我来自己导一部，我说导演这个工作还需要有很多东西要去学，牵扯的东西事情太多了。导演，你剧本啊，什么拍摄的过程啊、机位啊什么的，都要需要到导演。我觉得还是再学多一点点，再去做这个工作。但是我挺希望的，就是有一天可以当一個導演。你過上㗎嘛？邊有試過第一集個男主角就可以一結婚就唔見咗老婆㗎？大家好，我係黃宗澤，敢問敢愛無限精彩，好開心今日嚟到 TVB 官博欄目 TVB 處處聞。咁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一下《法證先鋒6》邊嘅角色咧？《法證先鋒6》嘅角色就係同《法證先鋒5》一樣㗎啦，都係余星拍嚟㗎嘛。不過今次就係佢已經係一個已婚人士啦嚇。上一次咧就係一個有社恐嘅人啦。咁今次就一嚟就結咗婚，不過好可惜就一結婚咧就唔見咗老婆啦。嗯。你都演咗兩鬼呢個角色啦，咁你覺得余星拍嘅角色魅力體現喺邊方面？我諗佢工作方面啦，同埋對朋友嗰種忠誠。因為雖然佢話即係佢唔中意即係識朋友交朋友啫，但係佢只要當你係好朋友，佢會咩都肯為你做。咁接3個多啲合作默契方面有冇升級？絕對有啊！因為上一次其實我哋夾咗好多嘢都幾開心，同埋大家都會攞翻出嚟擺翻喺今次呢部《法證6》裏面用。咁我都覺得，咦！我哋上一次即係嘅努力冇白費咯。有啲鐵三角嘅對戲場景，你都會發揮你嘅毒舌懟人嘅一啲技能啦。你平時同私底下同鐵三角相處係咪都係咁嘅？都會嘅，因為尤其是呢部咧，因為呢部大家3個呢個鐵三角個心情都好沉重，所以咧喺唔使拍嘅時候都會講下笑啊，等大家輕鬆啲啊。咁啊，或者其實某程度上講呢啲笑話懟人呢啲咧，會擺翻喺戲裏面用㗎，我哋會。即係會有自由發揮嘅。係啊，即係有陣時會擺翻喺戲裏面用，即係覺得幾好嘅效果，咁不如睇下有冇機會擺翻落去喺即係俾鐵三角裏面用翻。可唔可以展開講一講，即係今次喺戲入邊有自由發揮嘅就邊啲場口咧？哇，太多啦！你睇下你就知嘅。咁今次其實開播之前劇集嘅成績就非常之亮眼啦，都突破咗優酷嘅站內預約數333萬。咁其實咁 hit 嘅話，係咪喺你嘅意料之內嘅？又真係冇估計到有咁好啦，咁就先多謝即係咁多位觀眾先啦。咁但係冇諗過咁好嘅，同埋一咁好嘅時候，反而有啲壓力添。係啦，即係如果大家唔中意今次呢個咁點算咧？咪好似辜負咗你哋嘅期望咁。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其實今次呢部劇宣傳嗰陣咧，網上咁就會有同嗰個鄉村愛情故事係一個內地嘅情景喜劇，咁大家都話係睇呢兩部劇長大嘅。方嘅人都有睇法證系列啦，咁北方嘅人就睇呢個鄉村愛情故事。咁你自己係咪有睇法證先鋒長大嘅？都係㗎，因為呢個即係咁拍咗咁多年啦，咁自己都有睇過嘅，係啊。咁對於自己有份參演呢個好 VIP 有咩想講？壓力大咯。因為之前咁多猛人去拍過呢部戲，咁亦都係一個咁有口碑嘅一個劇啦。咁我諗唔單止係我諗各方面都有壓力嘅，即係台前幕後啊、編劇啊好啊、導演都好，都會有啲壓力，因為都想超越之前噶嘛。所以我諗都有啲壓力嘅，大家都。接到要拍《法證先鋒5》嘅第一反應係咩？睇劇本先。係啊，但係《法證先鋒5》一個最吸引我嘅，即係去演呢個余星拍呢個嘅時候，係佢哋想創造一個特別啲嘅法證人員，
即係唔單止淨係識查案啦，仲要係即係俾多啲特點佢咯，即係再接近多啲大家生活會遇到嘅人咁嘅社恐啊，好串啊，孤獨咁生活咧都係一種享受嚟嘅。點解啊？我諗你唔明啊，好唔放人在眼內啊，即係性格咯，即係佢哋會加好多特質俾佢咯。你本人係一個社牛係咪？又唔算嘅，但係即係唔會咁怕人先啦。咁劇中你同米亦早 CP 好受觀眾歡迎啦，一開頭就已經係結婚啦。你對 CP 咁受觀眾歡迎，我哋點睇呢種現象咧？咁梗係開心啦，因為上一季係我哋去到最後先至叫做拍咗拖嘅啫嘛。咁但係大家都咁留意，即係咁中意帶翻落去今季，但係即係估唔到阿鍾導竟然一個大反轉，就係佢諗住好開心可以過渡喺呢個第六季嘅時候，點知就唔會嘅。係啊，咁我見到好多網友都覺得好唔開心呢件事，但係咁樣就可以令大家追落去咯。咁今次咧，其實一邊追兇一邊追妻，咁就算係闖入咗一個深情人夫嘅賽道，算唔算係一個突破？我覺得係個劇本突破咯，即係邊有試過第一集個男主角就可以一結婚就唔見咗老婆，即係我諗好少嘅咁，即係你起碼都甜蜜翻10集8集咁先出現啲意外咁樣噶嘛，而家係一嚟就已經唔得啦。我有話啦，港劇有自己嘅混雙，指你同阿蛇咧一次宣傳咗2部即係工作室嘅劇集，咁你點樣睇網友咁樣稱呼你哋，即係港劇嘅混雙？可能大家覺得唔知係咪因為我哋未合作過咧，即係我同阿蛇係從來未合作過噶嘛，未一齊拍過戲噶嘛，咁可能大家都幾期待呢個組合啩啊！咁今次劇集邊有出現咗科技實彈嘅，係咪特登設計嘅？今次有咩？14集。咁可能佢哋故意安排嘅。基本上而家新劇工作室嘅劇都係叫波記。UQ 科技下一聲。咁多謝我啊！可以話每部都有你嘅植入。咁都幾好啊，因為中度呢個都係佢，我知道佢呢個係佢嘅點講咧，小心思可以話，因為佢成日都好想將佢嘅一啲作品有少少關聯串埋一齊，咁變咗大家可以好容易去即係 call 翻個回憶翻嚟，咁呢個都係我諗中度刻意嘅一個小心思嚟嘅。打咗個科技科技。咁作為優酷嘅養老團體啦，你覺得自己被內地觀眾一直中意嘅原因係乜嘢咧？可能係勤力啩，係咯，不斷拍一啲唔同嘅角色俾大家睇，咁希望大家繼續咯。我諗就有養老。咁而家我哋優酷港劇場咧有一個好 hit 嘅視頻，點讚已經破60萬嘅啦。為什麼都說我痞帥呢？OK， 我接受。智者不入愛河，除非他是黃宗澤。對此你有咩想回應啊？你過上嘅咩？咁其實你嘅花期係好長，出到20幾年啊嘛，花期超長待機。咁訪談係食咗啲咩伏線低咧？我諗唔係嘅，我諗演員啦，即係唔單止男演員、女演員，即係都想用最好嘅狀態去俾人見到噶嘛。咁所以可能我哋喺運動上面啊、飲食方面啊，都會比較注意咯。係啊。咁對於自己下一個階段嘅規劃係點樣嘅？繼續拍戲咯，繼續做勞務。有冇想即係打造個標籤？即係之前就係痞帥天花板。有冇？因為作為一個演員，都想嘗試多啲唔同角色。如果可以遇到更多唔同角色，就更加好啦。老友，得閒飲茶啦。之前你有配飲過灰太狼啦。我嚴正警告你哋，本大王就係向草原惡晒嘅灰太狼。你班奇奇怪知定嘅，就快啲同我鬆綁。啲人又話你似嗰個瘋狂動物敵嘅 Nick，咁一個係狼系，一個係狐系，咁你覺得自己係屬於邊一系咧？狼系同狐系，咁如果你問我，可能似阿叻多啲啩。佢話你係調系，又是哪一人？波噴翻啲血出嚟。來看看調戲男藝人如何營業。香港到底有誰在？有我黃宗澤。
咁啱先，我視頻之前就有一個標籤係話你係80後縮圈代表之一啦，咁你介唔介意已經俾人歸入咗縮圈？咁都冇辦法嘅，咁實在係年齡去到即係佢已經去到呢個年齡啊嘛，又冇話介唔介意嘅，係咯。飲杯，元宵節快樂！多謝 Bosco 係喺呢個元宵節嘅日子咧，約我嚟食飯，仲食呢個情人節大餐。我知道你咧鋪頭又啱啱新裝修完啦，亦都希望你咧開更多嘅分店，生意大展宏圖，紅爆宇宙，揾更多錢啊嘛！宇宙添，係啊，即係我要喺火星開餐廳。過去嗰年咧，波波你都唔錯嘅喎，攞獎喎。唉，呢個好開心。係啊 ，International 正規國際，係啊，都幾開心，即係可以喺香港以外嘅地區，即係歐洲啊，去到英國咁樣攞到一個關於演藝嘅獎勵。係有冇諗到嘅咧？其實真係冇諗到㗎。佢哋提名你嗰陣時或者報名都唔知嘅。唔知㗎，真係通知咗我過去，我過到去先知嘅。係啊。係啦，宣佈你嗰陣時咧。過到去先知道，哇！我都幾驚喜嘅。你有冇試過啲做啲好犧牲好大嘅角色咧？即係譬如有啲人可能要增肥，或者。咁啱啱上一部喺大陸拍嘅，咪都犧牲好大㗎，日日都操。係咪啊？嗰啲腹肌翻來冇？喺度，冇走到。冇走到。喺住。keep 唔 keep 得住？keep 得住。係啊。我 send 咗相俾阿張家輝睇，我話我都要追翻下你嘅。係咪啊？雖然冇你咁大嘅，張家輝。咁而家係8筒定係6筒啊？6筒，我冇8筒嘅。你冇8筒嘅係咪？天生冇8筒。波波齋咗幾耐啊？有目共睹嘅，或者啲讀者啊觀眾仲清楚過我。係啊。我自己都冇咁清楚。1年啊！真係有1年啊！有冇好介紹？你先知咩嚟？又嚟呢？你個唔打得幾耐嘅話俾你聽，舊年都係問過呢個問題，你都係咁打我嘅啫喎。唔係喎，真係好多朋友問我，我都係問有冇好介紹。係你要咩渣？咁我成日都唔喺香港，好難識到朋友喎。講普通話咯。講普通話未必生活習慣啱噶嘛。發緊社咋？問下，係咪真係要過黃媽媽個關嘅？咁好正常嘅啫。真係佢嘅意見係好重要。咁好正常嘅啫。係咪啊？如果佢唔咁大家有機會就係成為一家人㗎嘛。你睇你個舊朋友啊，都公佈咗幾犀利，俾人偷拍咗3秒食一啖，3秒食一啖咁樣。拍拖就係咁㗎啦。即係標點啊，行3秒拖住。咁好正常嘅啫。你嗰陣係咪咁㗎？大驚小怪。你嗰陣係咪咁㗎？咩啊？有邊個拍拖唔係咁㗎？我幾耐做一次又要話俾你聽。你講清楚，冇入去幾耐食一啖？係喎，幾耐食一啖又要同你講。呢啲私人空間嚟㗎嘛。我真係認到我幾幸福，話中頭獎啊！咁咪好咯。係啊。最緊要開心，呢啲拍拖嘅嘢啱唔啱先？係啊。你有冇先撩撩咧？點解要先撩撩啊？等人開心啊嘛，呢啲好事嚟㗎嘛。係啊，自我保護意識嗱，翹住手呢啲咧就係嗰個心理學家李文奮講過，呢啲都係自我機制反映出嚟，保護自己嘅答問題嘅 body language 嚟嘅。係啦。作身份啱啊！冇錯，你有冇恭喜啊？我都恭喜咗佢。有。啲記者問我嘅時候，我都係恭喜。係嘛？係啊。但係自己即係打電話或者 message 咧。唔使咁大件事嘅。Still good friends。少事拍拖啫嘛。好小事嘅啫喎。係啊。你想唔想去閃婚啊？如果夾嘅真係可以㗎。係，我都想你快啲閃婚。如果咧你真係拍拖咧，會唔會好似上次咁分開㗎？順其自然啦。咁你會唔會小心啲，唔好再俾人影到㗎？順其自然啦，睇下你哋見到撞到咪公開咯。你講感情嘢都唔預我啊！冇錯啦，講感情嘢，講呢個新年嘢，點能夠冇咗麥玲玲呢位高人咧？哎呀，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啊！有咩好問啊嚇？玲玲姐好忙㗎。哦，自己講啦。好，先講 Bosco 好唔好？唔係喎，我哋講佢嘅喎。使關心你啊嘛，你知你嘅感情係大家好關心㗎嘛。係啊，好。但係佢來年好喎，佢呢個生肖咧，屬猴呢個生肖咧，來年咧係有太陽星啦，有紅鸞星啦，仲有天月貴人星。
嗱，太陽咧係男性個人星嚟嘅，所以猴女又着數的咁多嘅。如果猴女咁，但係太陽都係一個外地遠方嘅星啦。所以如果你話咦今年有出外啊，做外地市場或者真係留守喺國內拍劇咧，都好多桃花。好多桃花。桃花我唔要。桃花都係人緣嚟嘅，咁同埋觀眾緣咯。咁仲有紅鸞呢個星咧，紅鸞係代表住即係拉埋天窗結婚。如果拍緊拖可以結婚，未拍拖呢個係大桃花星嚟嘅。有呢個星嘅人咧，嗰年忽然間有機會閃婚㗎。咁應該唔會去冷靜啲㗎嘛？冷靜好冷靜嘅。但係咧，如果以相貌計咧，佢有兩個，即係佢有耳珠啊！佢耳珠咧係相當之靚㗎喎。佢耳珠靚咧，即係話其實佢真係好有女性緣啦。咁同埋女貴人，跟住將來佢女朋友或者佢太太係好幫到手㗎都。哦，呢個有一下識味啊！即係啱佢心水係嘛？即係唔係淨係靚嘅，佢要嗰啲幫到你有內涵。係啦，但佢做生意喎，咁佢又買樓買啊，有咩方位好啊？擺咩好啦？我幫你問啊。嗱，如果旺財嘅方位咧，就係北邊喺羊年嚟講，咁即係屋企嘅北邊啦。咁我哋可以擺放多啲植物嘅嘢啦，或者係代表財運嘅嘢啦。無論係金元寶啊，或者係錢銀啊、財神嘅都可以擺北邊。咁而至於桃花咧，我哋其實藝人都一定要嘅。桃花人緣嘅咧就係東邊喎。咁即係話屋企嘅東邊咧可以擺放多啲鮮花。嗱，忌咧就忌擺一啲假嘅花啦，會有假桃花啦。吉嘅花樽啦，不能擺太多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又係有好多爛桃花嘅。咁啊，佢短期內會唔會有真桃花拍拖咧？你估？嗱，喺呢啲年份入邊咧，其實反而你問我咧，佢就再搭翻佢本命年後年嘅時間咧，機會又多啲。今年係一個即係揀擇啊、選擇嘅時間，慢慢觀察嘅時間嚟嘅。但反而嗱，圈中咧出年好多鑽石旺，我會唔會忽然間閃婚啊？真，因為來年咧男仔比較旺啊，圈中人之中男仔旺，同埋後生嘅男仔有機會會突然間嗌結婚都會。咁亦都一啲靚仔有名氣又好耐未結婚嘅筍盤都會嗌結婚。所以娛樂嗱，好在唔關我事啊！嗱，後生啊，唔係你都係啊，你咪係咯，我年紀開始大㗎啦，所以我唔係入呢個表裡面嘅。咁啊，點樣可以令到個事業再上一層樓咧？嗱，46呢個文昌星咧就喺西北位，咁即係話，譬如我哋對住西北方打電腦啦，又或者屋企西北咧，文昌咧就中意見水見木嘅，就要擺富貴竹嘅。咁即係話揾個花樽裝住4支，因為文昌呢個星46係屬4呢個字咧，就特別旺佢。咁啊，插4支嘅富貴竹喺嗰個位置度咧，咁自己嗰個做嘢運啊又會好少少嘅。咁但係要留心嘅咧，就係反而係啲文件合約嘅嘢要望清楚，因為少少呢方面嘅問題咧，來年係容易有即係監管機構啊各方面嘅嘢，我哋要小心啲咯。咁你有睇清楚呢啲就得啦，係咪佢個木唔夠啊？咁變咗咧。木係代表關節嘅嘢，如果佢真係要拍一啲動作片啊嗰啲，要小心啦，容易受傷扭親，因為關節嘅嘢啊嘛。咁同埋土咧係代表腸胃方面嘅嘢，咁呢兩樣嘢就要小心少少。元宵節咧，我哋中國人傳統梗係要食嘅湯圓。好啊，圓啦，圓咧，咁我哋會準備個湯圓俾大家食嘅。係咪你整㗎？加少少工啦。你嗰個係咩嚟㗎，波波？呢個係芒果做咗個 base，跟住咧就湯圓，因為元宵佳節啊嘛，即係湯圓團團圓圓啊，攞翻個意頭，整俾我媽食多啲。哇！我整俾個女朋友食咩？咁實有嘅。睇咩咧？睇咩？咪都係西式嘢啦。鋸扒。煎下扒啊，做下 risotto 啊嗰啲啦。心形嘅。嚇？咁一定要心形嘅。個態度浪漫咪得咯，唔使個形狀浪漫。但係總之男仔即係整嘢食啦，大家已經係覺得好有情有義同埋真係好吸引交好多問題。太遠嘅喎，係我好感動啊！好多謝你叫我嚟，我未試過咁一路食緊嘢又睇住啲靚仔整嘢，你知唔知？人生一大樂事啊！我又整俾你食喎。所以啲 chef table 係特別貴嘅。真係好開心㗎！我都覺得啲女仔食完有咩反應㗎？飽，咩反應？唔肯嘔啊！喺企，都嘔啊！你有冇帶女仔翻去見阿黃阿媽？嚇？我翻屋企都未有時間喎，而家。買相啦，100分，100分，100分，誠意200分，誠意200分，心機300分，感情無限分。我啲筍盤嚟喎。
係啊，咁有咩特徵可以睇得出嚟？嗱，通常如果我哋揀男仔，即係真係要覺得佢好或者信得過咧，都睇幾個位置啦。通常係睇眉毛啦，嗱眉咧靚啦，佢嘅個眉形好靚啦，眉直啦，咁亦都眉毛係靚嘅。啲人對家庭好有責任感㗎。其實我有時覺得一個男仔咧，你睇佢點對阿媽或者對屋企點，都估到佢點對老婆係點嘅。咁另外咧，亦都睇佢睇嘴型啦，譬如嘴唇係比較靚嘅唇線生得靚嗰啲咧，又可靠啲嘅喎。嘴唇太薄啦，所謂嘅福州嘴啦，即係個嘴個捲晒來嗰啲咧，又冇咁靠得住嘅喎。咁佢個嘴型好靚，兜水係啊，即係好似反咗隻船啊嘛，但係佢個嘴型咧就係啦。你咪阿妹啊！佢個嘴型好靚啦，呢個亦都對佢表住咧係講嘢靠得住啦。咁咧佢係唯一咧，佢咧就係有少少嘅桃花紋啦，即係其實豔遇都仲係好多嘅。點解我唔講嘅？哎呀，你就係啦。跟住你即係要鬥一句男人講嘢。係啊，我知咧成日話到咧 Auntie 咧會管佢嘅感情事嘅，先問下佢先係咪真㗎？咁呢個應該揾阿玲玲姐睇我媽，唔係望我。媽媽好好，啱啱見到咧。係啊，好一個好媽媽嘅樣係啊。咁 Auntie 喺感情上面會俾意見。好笑嘅。唔係我媽都自由度好大嘅，佢都會俾意見，但係佢唔會，佢係咪專制嘅？係，其實佢對上少少眉骨高啦，咁所以事業野心都會大啦。咁佢一定係嗰種即係要自己有咁上下啦。佢覺得真係差唔多事業有成啦，咁佢先至會考慮真係成頭家，因為佢會覺得佢係比較傳統嘅。你唔好睇佢即係衣着啊、新穎啊，攞晒嗰啲傑出人士衣着獎嗰啲，但係其實佢內心咧同一啲阿叔阿伯一樣嘅，你覺得結咗婚咧就要係孭住頭家，你要保護身邊嘅人，有個承擔喺度，咁就即係嗰種咯。咁佢又唔使你好本事，但係要精神上溝通到咯。係啊，但係太過少了啲人喎。佢又唔係好第一次係啊。我唔得㗎，我唔得㗎，我中意獨立嘅。因為即係我覺得係我哋要去出去做嘢啊。都老早啲講，即係我哋出去打天下。係啦。咁你要幫我去後勤支援我。係啦。如果佢出嚟煩你，唔得。佢有少少傳統嗰啲潮州男人嗰種諗法㗎。因為我媽係潮州。哎呀，係啊，我都係潮州女人係，你係好值得人敬仰㗎喎，我真係覺得。係啊，嗰種對屋企嗰種付出啊。係啊。即係因為賀呢個元宵節，咁啊整咗呢個湯圓咧，咁我都要祝你先啦，係收祝福，係咁啊，盡快團團圓圓啦，甜甜蜜蜜啦，咁啊祝玲玲姐啊心想事成啦，係啊，咁啊亦都祝所有嘅人啊，應該元宵節就開心心、甜甜蜜蜜、團團圓圓，好啊，祝大家羊年順景啊，甜甜蜜蜜，好嘢，玲玲姐一齊嚟到喎。你放心啊，因為我而家想盡快完咗個訪問咧，我係要阿玲玲姐幫我睇風水，一定得。即係點樣擺翻啲吸水嘅錢大法啊，客似雲來服啊。係，喂，佢逐秒鐘收。